時間喺報章嘅出色嘅新聞圖片，往往勝過長篇嘅筆墨。咁究竟喺過去1年獲得獎項嘅新聞圖片中，反映咗社會嘅邊一面？由陳海欣帶大家睇下。唔係好記得過去1年有乜嘢新聞，睇翻呢一批得獎作品，可以幫你諗翻起。遇上突發新聞，仲要識得報個好位。呢一張拍到消防員撲救一場3級火嘅相，亦都唔例外。當時啲煙呢，因為吹翻轉頭又好大煙，我哋大家好多成班記者喺呢個展台度都俾煙燻到好犀利，但係都之後都有張好相。用相仲可以表達更深層嘅意思，有時睇完仲可能令你會心微笑。好似呢一張人物組亞軍作品，又表達咗啲咩呢？呢張相個題目就係民調事件誰是黑手咯，要夠快手快嘅咯，眼同埋眼明手快咯，最緊要你眼望到，同埋就一定要影到咯。每張相攝影記者們都花咗唔少嘅心思，但以往觀眾又花幾多時間欣賞呢？或者遇到記者時候會唔會左閃右避呢？除咗每一日大家日曬雨淋之外，就要孭住好重嘅器材咯。咁亦都遇到好多工作嘅困難。我諗好多香港嘅市民就唔中意俾人影相嘅。咁其實呢啲係我哋面對緊嘅問題咯。咁就佢哋其實幾抗拒咯。如果仲想睇多啲，不妨到藝術中心欣賞前線焦點2天新聞攝影比賽嘅作品，展期到下個月嘅18號，免費入場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學欣。